呢？冯妙莲，你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冯妙莲！你人呢？人，娘娘不见了。皇上，我是狐狸精附身了的冯昭仪，真的冯昭仪早已死了，你们不用找我。说什么鬼话！赶紧给我找人！启禀皇上！启禀皇上，发现国师和冯昭仪行踪了。召集御林军，备马！撤！应该就在那儿了。佳音，他们好像追过来了。没事，妙莲，你坐稳了，有我在，不要怕。驾！撤！这对狗男女，朕抓到你们，非将你们凌迟处死！撤！驾！撤！别怕，别回头！撤！你受伤了。放心，来生我们一定会再见的。快走！我不。跟朕回宫！蠢女人，跟朕回宫！快走！走啊！妙莲，妙莲，妙莲！妙莲！
我这是在做梦，还是现实啊？皇帝，你还我家业！你还我家业！还我家业！还我家业！你还家业命了！你还家业命了！你还我家业命了！妙兰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成何体统？家业，家业身为佛门弟子，居然勾引朕的妃子。亏朕平日里对你那么好，你居然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，你有没有一点羞耻心呢？暴君，暴君，暴君！怪物！快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快跑啊！到底想干走嘛？啊！有妖怪，快跑！快点！你干嘛呀？妙莲，朕怎么可能丢下你不管呢？这个地方怎么那么古怪？我们不会阴差阳错误入魔界了吧？大哥，你面对现实吧，这已经不是你的那个朝代了，现在是我的地盘。这个地方这么古怪，这么可怕，快跟朕回宫！快！回什么宫啊？回宫你就要处死那个妙莲啊？国不可一日无君。你不是早就立了太子了吗？你驾崩了，太子就可以继位了。不要以为少了你，世界就不行了。你这是大逆不道！你在诅咒朕吗？你不怕朕灭你九族吗？灭我九族？我还灭你九族呢！你以为这是你的皇家大院啊？你爱去哪儿去哪儿，没空理你。你，妙莲，等等朕！妙莲，你这要去哪儿啊？看，是不是家业做法把朕吸到这里的？他是想害死朕。不提家业还好，就是你害死他的，就是你害死他的！贱人，现在还护着奸夫！你居然敢咬朕！你敢掐我就敢咬你！你什么时候变成泼妇了？就是泼妇，就是泼妇！
胆刁民，见着朕还不下跪！朕要诛你们九族！妙莲，妙莲！妙莲！啊！对不起，让一下。对不起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来。对不起，让一下。小心点。对不起，家属在外面等。你是不是病人家属？啊，不是，那你跟他什么关系？就算认识。认识？嗯，到底认不认识？认识。哦，那他叫什么名字啊？皇帝。皇帝，姓什么？姓唐吧？不对，姓李。到底姓什么？姓李。李皇帝，名字好奇怪呀。什么呀？佳叶，你还活着？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呀？我是冯峰啊，冯妙莲啊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永寿寺、莲花山大天坑，你都忘了吗？叶博士，你认识这位小姐吗？小姐，您真的认错人了。佳叶，我怎么可能认错你呢？你的长相和佳叶一样，你说话的语气也和佳叶一样，我怎么可能会认错呢？小姐，我叫叶家，不叫佳叶。您再找别人问问吧。佳叶，叶博士，开会时间快到了。就是佳叶。小姐，我还有个紧急会议呢。叶家。博士的行情真是好，常常有女生跟他搭讪呢。可是你不觉得吗？现在女生搭讪的手段越来越高明了。你看看这个，跟演韩剧似的，估计啊又是一个叶博士的倾慕者。叶博士刀枪不入的，他们也不想想，这样就能钓上叶博士啊，真是白费心机。
不过这样的男人我喜欢，不花心，不花心也轮不到你。冯峰，哎呀，我一接到你电话我就过来了，你真想死我了。我也想死你了。你这么长时间你去哪儿了呀？都消失1年了，你电话也不接，短信也不回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？你说我消失1年了？对啊，我去丽江搞创作去了。哎呀，不就是搞那个什么创作吗？你说你还非得找个没有人的地方，不就是写什么网络小说吗？你们这些小说家太不靠谱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是你闺蜜吧？你说你总得告诉我一声吧，让我一直担心。对不起啊，你别生我的气，我也不是故意的。好了好了，回来就行了。哎，你说有人受伤了，谁呀？你男朋友？什么男朋友啊？你就别提了，我都快倒霉死了。看你这样，像你们俩吵架似的。到底谁呀？一会儿再跟你说吧。好吧。哎，医生出来了。医生，我朋友怎么样了？啊，没什么大碍，放心好了，只是皮外伤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刘强，你说今天那个女孩，怎么看上去那么面熟呢？像是在哪儿见过一样。想找你搭讪呗。现在的女孩啊，为达到目的，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。我觉得不像，就是感觉在哪儿见过一样。你也别想那么多了，她估计就是个喜欢你的女粉丝。哇，峰峰，你好有眼光啊！这个男的长得好正点呢。你可真重口味。狗皇帝，你醒了啊？此乃何地？这是医院。医院乃何地？你没事吧？医院就是给人看病的地方。就是啊，医院都不知道。你是何人？那是我朋友。那是我朋友。脑子有问题。啊！你找死你们居然敢谋害朕！把朕绑成这样，还流出血来！你想弑君吗？你干嘛？狗皇帝，你给我躺着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冯峰，你那是什么朋友啊？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就是一个演员，这不刚演一个皇帝，入戏太深了吗？那你可赶快通知他家人过来接他呀！你自己也要当心点儿。我知道了，你就放心吧。吓死我了！这些钱你先用着。老板那边催我交策划，我先走了。你要是有什么事儿，就给我打电话，不够了就打电话告诉我啊。我先走了。哎，猪猪，谢谢啊。废话真多。居然敢用利器来扎朕的手！刘强，病人住几号房？害朕！哦，住5号房间。是哪一点对不起你？竟然要弑君！先生，先生，贾谊，请你冷静一点。你居然还没死！你干什么呀？放手！放手！
先生，你冷静点儿。先生，我叫叶家，不叫家业，我是这里的医生。目前看来，你的情绪太过激动，我会找相关的医护人员过来为你检查一下。小姐，请你先稳住病人。你居然对奸夫流露出依依不舍的眼神！你醒醒吧，他都已经说了，他不是家业。现在是21世纪，不是你那个时代，是我的时代。以后你如果再见他，朕就杀了你。盔甲呢？还不快伺候朕更衣！哥，我先出去了啊。哥，哎，我撞的那人出事了没？挂了吗？你说你，怎么那么不小心？万一出点事怎么办？哎呦，我不是诚心的，我正开车赶去剧组现场，谁成想我前面突然出现一个穿盔甲的，这不是要吓死人吗？哎，你说现在的演员也真够敬业的啊，这下了戏，戏服也不脱，诚心吓人，也没人管管。你呀，3天2头就非得惹点事儿，怪不得爸妈一直担心你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跟我唠叨爸妈的事儿啊，千万别告诉爸妈。哎，就这么走了啊？啊，人没坏就交给你了。嗯。哎，苗里，朕要回宫，你回我不回？那你也得告诉朕回家的路啊！你自己不知道找啊？朕怎么找？你是天子，受之天命，有什么做不到的？求我干嘛？啊，那是什么怪物？怎么会把人吃到肚子里去了？哎，那是汽车，不稀罕吃你的。你是暴君大魔头，来到魔界怕什么呀？回去之后，朕要调动大军。你当你是军委主席啊？你这样子调动乞丐还差不多。你要去哪儿？各回各家，拜拜。哎，不行，你必须要跟朕在一起。别跟着我！放开！你谁啊？你没事找？这我租的房子啊。你就是这儿的租客呀？搞什么飞机？怎么现在才回来啊？听说你1年前失踪了，我呢是刚搬进来。不，那我东西呢？东西？啊？哦，我呢看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我也就扔了。扔了？啊？那是我所有家的。不是，这是我租的房子，什么事情？你怎么这样你冲动要脸，朕要杀了你！朕要灭你！对不起啊，我哥他暴脾气，拍戏的，打扰了啊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啊。你神经病吧你？你不怕别人给你抓起来？二货！
这是下人太监干的活，你让朕做。你能不能别老跟着我啊？我都够倒霉的了。这么明显，都怪你，我什么都没了。怪我，我也什么都没有了。我的皇宫，我的皇后，我的妃子，还有我的皇位。是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拍照啊！不认识他，我不认识他。回去看。妙莲，妙莲，开房。好帅啊！你是明星吗？哎，你是来演电影的吧？签个名好吗2间房，一间最好的。给我签个名吧。多少钱一间480。一间，最便宜的。怎么一插它就发光？到家啦。累啊。你就慢慢研究吧。哎，你要去哪儿？我洗澡、换衣服、睡觉。
年来从未有人上。我难解甲胄，如今一起把人屠死大害，要何奉赏？为擒杀贼，大秦之下，必怎么了？什么？大秦之下，他怎么会在盒子里？必有封赏。那是秦始皇，那写着呢吗？秦始皇？等上我大秦，这字多少状？好像是，又不是。宣我法令。那个叫简体字。有破刺客长空者，赏千金。秦始皇，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怎么会在盒子里？与王对饮。秦始皇画像朕见过，不对，他不是秦始皇，一定有人谋逆冒充他。大哥，那个是电视，那里面都是假的，演戏呢。妙莲，你跟朕说说，这地方为什么那么奇怪？会不会有危险啊？你记住了，不是朕，是我，不是给朕讲讲，是给我讲讲，记住了吗？那，你给我讲讲，现在是什么朝代，什么皇帝，什么年号？现在啊，是1000多年以后，21世纪，也就是公元2014年。你现在脚踩的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，至于皇上嘛，我们这世纪已经没有皇上了。最大的官儿就是国家主席，由选举产生，一般连任5年到10年，不像你们那个朝代，什么老爸传给儿子，儿子传给孙子，完全不一样。现在是太平盛世，国泰民安，你可以大胆放心地走在马路上，不用担心别人去杀你。讲的太多你也听不懂，睡吧。干嘛呀，小公公又发情了？朕从来不强迫女人。以前你是妙莲，妙莲喜欢朕，朕喜欢妙莲，所以才会那样。你现在是冯峰，我们就是陌生人。朕是95之尊，有的是女人，谁稀罕你？哎呦呦，95之尊，哼！我跟你说，你以前也就是皇上那么多女人才会喜欢你，因为你有至高无上的权利，能带给他们荣华富贵。你现在呢？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我就不信了，有几个女人会喜欢你？哼！睡觉。妙莲，啊不，冯峰，朕困了，我困了，我要睡觉。你怎么耍无赖啊？你起开，这是我的床，起开，起开！妙莲，不是，冯峰，你真的不管我了吗？我来到你的老家，好歹也算你的客人，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吗？睡地上。随便看看啊。
老板，这2件多少钱啊？43块钱，便宜点吧。哎呀，姑娘，你可怜可怜我吧，这个价钱我是赔上血本了。行，我买了。哎，给。哎，好嘞。皇上，去把衣服换了去。真是要微服私访吗？威你妹呀！让你换你就换，快！此衣如此不雅，朕如何换得？你没看到大家都是这样穿的吗？换不换？不换我可走了。哎，朕换。大象，大象，你的鼻子怎么那么长？妈妈说。哇！你这人模狗样的，倒有几分姿色嘛？哎，你干嘛呀？你至于吗？这是什么混乱的世道？人们都这么淫荡，穿个短袖就叫淫荡啊？那你们那个时代那么多的妓女，男的都那么多老婆，那不是更淫荡？瞪什么瞪？你要是不愿意，把这衣服脱下来，穿回你的盔甲，热死你！老板，哎，有没有剪刀？有。用完之后还给我啊。谢谢啊。没事。啊，坐这儿。坐下呀。干嘛？让你坐你就坐呀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你居然敢剪朕的头发！我们这儿啊，没有男的留长发。虎落平阳，被母犬欺。你骂谁是母狗呢？走。回来。看见了吗？那个是红灯，现在不能过去，你得在这儿等着，啊！行了，变绿色了，走吧。怎么御膳就2个菜啊？今天呢，我请你吃一顿大餐，也算我对你仁至义尽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不许再跟着我了。这菜怎么黑了吧唧的？味道不错，你尝尝就知道了。吃吧。不吃是吧？不吃算了，在这儿还装什么皇帝大爷？好好吃啊！别吃啊！好吃吧？
拜托你别再跟着我了，我又没有监护责任，也没有抚养义务，你跟着我干嘛呀？朕就要跟着你。你说的朕听不懂，朕只知道是你把朕带到这种乱七八糟的地方的，你得负责到底。在古代的时候你就纠缠我，到了现代你还死皮赖脸的跟着我。本公司长期招聘男公关，日薪1000元以上。哇哦！这倒让我想起一个人。你为何笑得如此奸诈？你知道你长得很美吗？啊，走，跟姐回家，姐给你好好捯饬捯饬。什么打扮？这叫时尚。一会儿你做50个俯卧撑，充分体现你肌肉的线条，保证 OK，perfect， 完美。有何事，非要夜里去？哎，这个你就别问了，记住你的代号，叫李皇帝。李皇帝？这算什么名字？朕叫李欢。姐姐一会儿就带你去寻欢作乐去，起驾。好好玩啊！刘姐，你们先坐会儿啊，出去一下。怎么样，美女够多的吧？比你后宫的3000佳丽强多了吧？这工作呀，就太适合你的爱好了。你就把这当成你的后宫，你就会觉得工作又轻松又愉快。嗨，你在这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过来。乖，就去一会儿啊。慢慢喝。刘姐，哎呦，好久没见到你了，贵客呀。哎呀，刘姐，你真是越来越年轻了。瞧你会说话的，这嘴真甜啊！对了，刘姐，说正经的，我今天啊给你带来一个大帅哥，是吗？哪儿？包你满意。怎么说的呀？就是他。他妈妈生病了，家里急需用钱，你就多照顾照顾。要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，你多多包涵啊。哎呀，没事没事。哎，看那外形跟气质还挺不错的，你放心吧啊。跟我刘姐保证没问题，一定不会亏待她的，放心吧啊！哎呀，放心吧。李花，李花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小乖乖，来，过来啊！过来呀！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刘姐，从今天开始呢，你就在这儿工作了。有什么不懂的呀，多跟人家学学啊！我先走了。哎呦，哎，你走了？不，去吧，乖。不，哎呀，走吧，过来。来，害什么羞啊？过来。耶！甩货成功！哎，你说这千年不遇的学霸，人长得这么帅，还让不让人活了呀？就是啊，心理学什么的，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我就是想见他，这么帅呀！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进去吧。您的酒。来干，请慢用。来，干了啊！好。
感谢我们的帅哥美女光临我们的江南秀音乐会所。衷心的希望我们全场的朋友喝得开心，喝得愉快，祝愿你们拥有一个开心而浪漫的夜晚。感谢朋友。我们来此作甚？饮酒吗？第一次吧，来这儿都是赚钱求包养的。此乃何字？这个是数字，你那个是17号，我这个是16号。来，感谢来自我们5号桌的张姐，还有好漂亮的美女啊！为我们的11号的少爷5000元的花篮支持，感谢我们的张姐。还有谢谢，来，还有没有？来 ，OK， 还有老顾客了啊！感谢我们的红姐，为我们的12号的少爷6000元的花篮支持，谢谢红姐，感谢。还有张姐，感谢。来，接下来还有没有？来，继续，还有吗？还有没有？好，3号，感谢。来，我们的5号少爷。5号，到你了。到我啊。好嘞。来，7号，感谢教女。教女。来，接下来是，来6号。一会儿等陈姐来了，你们都给我好好招待招待啊，多哄她开开心，可少不了你们好处。放心吧，刘姐。哎呦，陈姐呀，痛苦刘姐，是吧？哎呀，陈姐，您瞧瞧，可不想你了，都盼着您来呢。来，坐。来，坐。谢谢。哎呦，小朋友啊，小姐姐呀，陈姐，小调皮。老规矩，见面礼1人1万。谢谢陈姐，陈姐最好了，还是那么乖。陈姐，你最近忙什么呢？做大生意，好养你们呢。哎，陈姐就是大方。拿着，陈姐啊。哦，谢谢啊。拿着。哎，客气。谢谢陈姐。好，玩去吧。好，陈姐再见。好，玩去吧。去吧。哎呦，这帮小弟弟啊，就盼着您来。最近挺好的，有新来的吗？哎呦，陈姐，你来的真是时候，就正好有个新来的。哎，兄弟，在哪儿呢？那儿。哦，今儿刚来。这是陈姐的见面礼。17号。怎么样？满意吧？他就是新来的吗？是啊，今天刚来的，17号。那可是上等货，一看就是新来的。叫他过来。来，刘姐。哎呦，陈姐，谢了啊。来，好好伺候着，慢慢玩啊，玩得尽兴啊。你身上有一种气质，和他们都不一样。有何不同？说什么来着？
就是没见过你这种类型的。这小刘可以呀，这店里边居然有你这样的人物，真可谓是镇店之宝了。姐姐今儿高兴，陪姐姐聊一会儿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是30万。我不收，我不是。你是嫌这30万少？啊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这是50万。我真的并非他们那个样子，我真的不会收。你是厨？这的弟弟们都争着抢着陪我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快点拿着呀，姐，好好开导开导你。我不要，真不要。你瞧，你多幸运啊，赚着大笔的钱，还享受美人，他们呀都羡慕你的命运呢。来，来呀！我要！别走！李欢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喝了。怎么了？我要回去。走。李欢，我要回去。哎，小心！你慢点儿。小凤，你先去开门吧。妙芝，来，妙芝，快来救朕！快来救朕！妙芝，来救朕！来救朕！妙芝，快来救朕！小凤，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救朕！我表哥。他发烧了，这样，你现在赶紧去找件衣服，给他把这件湿衣服换下来，然后你去找一条干毛巾，我给他擦一擦。嗯。啊。嗯。哎，家里有感冒药吗？没有。这样，你去把这个毛巾给湿一下，然后给它放在头上。啊！朕要回宫，朕要回宫。家业，你这淫僧！来了！朕要杀了你！给我。哦，给他把被子盖上吧。嗯。小凤，他应该不会有什么事了，让他盖着被子睡一觉，出点汗就会好了。谢谢。这样，我先走了。我送送你。小凤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哥为什么老称自己是朕呢？叶家，我能给你讲一个故事吗？有一个女孩，自己出门去旅游，在到达莲花山大天坑的那个地方的时候，突然有一股龙卷风把她卷入其中，通过时光隧道，就回到了古代的皇宫中，稀里糊涂的
就成为了皇上的妃子。但是女孩并不开心，因为皇上的几个妃子百般的陷害她。后来女孩得了一种怪病，皇上就将她送到了皇家的家庙去养病。在家庙中，女孩就遇到了一个和尚。那个和尚长得和你一样。在和尚的精心照顾下，女孩的病渐渐就康复了，并且也深深地爱上了和尚。于是这个女孩就给他做了一顿肉素斋，害和尚破了戒。尝尝我做的素斋。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，女孩和和尚终于发生了肌肤之亲。后来女孩告诉和尚，自己是从现代穿越到了古代，她很想回家。和尚曾在一本经书上看过有关多维宇宙的记载，他为了能让女孩回到现代，独自一个人去寻找通往现代的通道。芳芳，你在哪儿呢？真要找你算账！你竟敢把朕卖到妓院！芳芳，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就在女孩与和尚将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，皇上带着御林军也赶到了。皇上用剑刺向了和尚的胸口，女孩似乎听到了和尚骨肉分裂的声音。突然间，天空乌云密布，皇上跟女孩就一起穿越到了现代。家业，家业，啊，对不起，叶家，我叫错了。那，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。贱女人，你竟然把我卖到了妓院！你是为了跟他私会吗？你还是想跟他走？还是想跟他走？李欢，你冷静一点！让开！你冷静一下！松开！叶家，你快走！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叶家，你快走！你快走！松开！李欢，别走！你疯了吧你！你有什么火？你冲我来！你现在赚钱了，自立了，我们互不相欠了。你是不是看到那个银僧就看我不顺眼？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女人，我就偏不让那个银僧得逞。朕从小被立为太子，10岁登基，9五之尊高高在上，万人敬仰，你竟敢打朕！你居然为了那个奸夫，在朕生病的时候打朕！那我呢？你是怎么对我的？我生病的时候，病得快要死的时候，你不但不照顾我，你还在大张旗鼓地娶别的女人，把我打入冷宫，我差点被冻死、饿死。你有关心过我吗？我不小心偷看到你跟别的女人苟且，
你就当众打我。我顶撞皇后，你还是打我，你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打我，你这叫关心我吗？什么叫水性杨花？什么叫奸夫？什么叫贱人？哼，要不是家业治好了我的病，我死的时候，说不定你在跟哪个女人缠缠圈圈呢。我喜欢家业，我就是喜欢家业，我根本就没有喜欢过你，就好像你根本也没有喜欢过我一样。冯昭仪只不过是你几千个老婆中的一个，你喜欢陈皇后、八美人，所有的嫔妃。你要是真正的喜欢冯昭仪，你怎么会同时喜欢上那么多的女人？你没资格跟我讲喜欢与不喜欢，那不叫喜欢，那叫滥情，不，叫滥性。冯昭仪只不过就是你的泄欲工具而已。我告诉你，在皇宫里你蹂躏的那个身体，不是冯峰的，是冯昭仪的。我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不可理喻。你放手的决定如此干脆，穿过山关上门头也不回。惨白的月光下尽是狼狈，尽是被晚风打碎。握不紧你的手是我不对，太用心的面对让你太累，无端的去回忆徒增伤悲，我独自不醉不归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，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，留下我独自伤悲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，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面对。皇上，握不紧你的手是我不对，太用心的面对让你太累，无端的去回忆徒增伤悲，我独自不醉不归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，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，留下我独自伤悲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，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面对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，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，留下我独自伤悲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，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面对。哇！
这哪里是人住的地儿，简直就是狗窝。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己的狗窝，打扫出来就好了。你扫地，我擦。朕乃九五之尊，高高在上，万人敬仰，我才不干呢。这么脏的房间，我一个人怎么打扫啊？这是奴婢干的活。狗皇帝。那旁边，没看见吗？桌子，那儿还有一个。哎，眼睛不好使吗？真笨。以后没本事就别逞强。你有本事你干啊！我是一国之君，我能干这活吗？李欢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房子是我租的，钱是我花的。你要是想住在这儿，要么扫地，要么滚。干活啊！那，扫。对，就这么扫，就这么扫。那儿有个粉色塑料袋，那儿没看见吗？那。擦！居然偷吃我零食，好不好吃啊？我的零食好吃，还是你皇宫的美食好吃啊？味道特别怪，不知道吃进肚子里安不安全。你把我零食全都打开了，那我吃什么呀？我饿了。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喝甜甜的豆浆，香脆的油条。油条乃何物？自己出去问，快！哦。1、2、3。此乃油条。是啊，要几个？我要4个。好，那给你钱。哎，好。
开场。安妮，该你上场了。你们两个，跟你们讲啊，这场戏呢有一个接吻的镜头，你们两个接吻的时间呢要长一点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好，就这样，各部门准备了，拍了啊！各部门准备，做好准备啊！哎，导演，那我们就实拍了啊！好，实拍啊！来，好，准备，现场保持安静，准备啊！保持安静啊！准备，好了，可以了。什么戏啊？哪那么多废话，看就是。开始。皇上，安妃啊，好久不见了，让朕好好看看。哎呦，爱妃啊，多日不见，你怎么瘦了？饿死我了。狗皇帝怎么还不回来？不会是迷路了吧？让朕抱抱。妙芝，住手！妙芝，妙芝，你谁啊？神经病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，妙芝？你疯了！导演，是朕的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谁呀？你是朕的皇后，妙芝，赶紧把他拉走！拉走，拉走！妙芝，走走，干嘛的？捣什么乱呢？走走走！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大胆狗奴才！别乱来啊！你想造反吗？我怕朕诛你们九族吗？有病！赶紧给他弄走！赶紧把他拉走！把我们道具放下！李欢，还愣着干嘛？赶紧拉走啊！谁再敢阻止朕，朕第一个灭了他！李欢，你在这干什么呢？有犯病，给我走！峰峰，你看这是谁？这又是谁呀？这个？他是你朋友是吗？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带走啊！妙芝，什么情况啊？这个？干嘛？我干什么？啊！放手！放手！哎，有病！又来一个疯子！朕不能走，漂亮！妙芝，朕的皇后！妙芝，安妮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没事就好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继续啊！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各部门做好准备啊！刚才到哪儿了？来来来，在这儿啊，行。你干嘛跑啊？给你豆浆油条。我才不吃呢，都凉了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想让人家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啊？精神病院是何地？就和你的皇宫一样，一个正常人去了，都会变疯了、傻了、二逼了。小公狗，可算见到你日思夜想的皇后了，开心死了吧？可是她根本就不认识朕，她是朕的陈皇后吗？瞧你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哼，跟段正淳一个德行。段正淳，何许人也？就是宋朝云南大理国的王爷，他有很多个女人，一段时间就换一个，对每个女人都是真心真意，对她们殷勤备至，情真意切。他总有办法让女人觉得自己才是他的最爱，他的唯一。但实际上呢，他有很多的最爱和唯一，像不像你啊？这就对了，男人就应该三妻四妾。色狼。何为色狼？色狼就是你这样的，见到女人就想叉叉圈圈。我可不同，我从来不强迫任何女人，包括你。啊呸！千年的色狼，你在这装什么三贞九烈、纯洁的小处男啊？你在皇宫的时候不就喜欢跟不同的嫔妃叉叉圈圈吗？还装无辜，你当自己是纯洁的小百合啊？世上怎会有你这等女子？我
我就这样，有本事别跟着我。哇！他们让他们看见，管他们。哎，别看了，别看了。让我看看。哎呀，别看了。哎呀，你躲开！我们走吧。干嘛呀？人家亲热人家的，我做我的。人家亲热都不怕被人看呢，我怕什么呀？你还是不是女人呢？不知羞耻！谁不知道羞耻了？谁在古代的时候有3宫6院的泄欲工具？到了现代，跑夜总会也算是3宫6院被人泄欲。哎，李欢，你牌子是几号啊？那些富姐青睐你不？你还是女人吗？有没有人翻你牌子？啊，我是穷人，我都不知道那些富婆是怎么玩乐的。可恶的女人！不会吧？根本就没有人翻你牌子啊！哎呀，我说你呀，看看你这副德行，自己什么鸟样你自己不知道啊！唉，一旦没了皇帝的身份，谁还能喜欢你啊？谁说的？有2个女人翻我的牌呢。行啊，哥们儿，有前途啊！哎，你跟我说一说，他们都是怎么跟你玩的？等我有钱了，我也去耍一把。你胡说什么？一个女人怎么能这样？去消费，找死啊你啊！现在都什么混乱的时代，女人天天想着嫖男人，你，朕诛你9族！哼，又来了，你这个千年僵尸！可惜呀，你那个荒淫的暴君时代已经过去了。哼！哎。干嘛？笑得那么淫荡？你吃醋了？我吃醋？我呸！你当你是谁啊？别以为谁都稀罕你，你是我什么人啊？我是你丈夫，天经地义的丈夫，嫁过聘的。滚！有多远滚多远！我告诉你啊，冯昭仪才是你的小妾呢，我不是。你这副臭德行，让我想起了鸡爪子。你想吃鸡爪子？我去给你买。还不快去！去啊！